要逼自己快成功，你心里正在慢慢播种，很多事情正默默累积，只是花开还需要时空。你现在的课题叫信任，别在心意之间翻滚，别再随意更改方向，你的路程与星辰。别总想着要一解终身，每个人都有独特旅程，别把问题都藏心中，照顾好自己才完整。咖啡下的早晨，